另一檔案我係咪？2024年9月19號，網絡偵探 ZachXBT 向社交媒體宣布，佢成功協助警方同一個電騙受害人追蹤到5名疑犯，拆解一單涉及2.4億美元嘅虛擬貨幣盜竊案。而罪犯呢，竟然係一班20歲嘅青年，其中一個主犯甚至係不惜由新加坡飛嚟美國，淨係為咗犯罪。ZachXBT 係一個加密貨幣網絡偵探，經常接觸加密貨幣嘅人應該都聽過呢個名。佢從來都未公開露面，亦都冇透露過佢嘅真實姓名同確切嘅年齡。2017年嘅時候，佢投資加密貨幣，但係被呃咗幾千美金。2020年起，佢決心打擊網上騙案，以自願嘅形式調查過多單涉及虛擬貨幣嘅案件，前後後係幫手追翻過億美元嘅資金。Zach 嘅貼文一出，即刻係引起網民嘅興趣。隨住更多線索嘅出現，大家發現呢一單盜竊案原來仲有案中案，背後仲扯出另外一單綁架案。案件主犯之一嘅 Malone Lam 嚟自新加坡，20歲。關於佢嘅背景資料唔多，淨係知道佢中意打機。有網民響 Reddit 講話 Malone 好中意玩 Minecraft。呢一個網民曾經同佢連過機，當時一齊連機嘅仲有另外一個人，佢就係案件中嘅另一個主要人物。21歲，嚟自洛杉磯嘅 Jandil Serrano。2023年10月，Malone 揸住新加坡護照，以旅客嘅身份嚟到美國。佢嘅護照係有90日嘅免簽待遇，不過其實幾多日都冇所謂，因為 Malone 根本就冇諗過離開。而呢一個20歲嘅年輕人一嚟到美國就即刻過住奢華嘅生活。至於呢啲錢係點嚟嘅呢？我哋之後會提。Malone 嚟美國最大嘅目的應該係會合佢嘅網友 Jandil。兩人見面嗰陣唔單止係網友相認咁簡單，佢哋仲有一個大計，佢哋要成為美國富豪。而喺佢哋嘅眼中，最直接嘅辦法當然唔係創業之類啦，而係偷。Malone 同 Jandil 經過研究，將目標鎖定響虛擬貨幣投資者。虛擬貨幣相比於一般嘅貨幣嚟講係更加難追蹤，而相對容易甩手。要將啲錢洗白亦都唔係太難。經過精心挑選，佢哋揀中一個住響華盛頓嘅富豪。跟住落嚟呢，就係佢哋騙案嘅過程。Zach 嘅貼文係曝光咗5個嫌疑人。咁我哋根據針對 Malone 同 Jandil 嘅法庭文件一齊嚟睇下，佢哋係點樣將2.4億美元呃到手嘅。控書係並冇公開受害人嘅姓名，亦都冇媒體係估到佢嘅真實身份。不過 Malone 同 Jandil 選擇佢嘅原因係由於呢一個人響虛擬貨幣崛起嘅初期就響呢個領域係非常活躍，而且係獲得咗巨大嘅成功，相信係呢一行一個好出名嘅人。響揀定受害人之後， Malone 同 Jandil 查到目標人物嘅 Google 郵箱地址，然後佢哋用 VPN 連接海外嘅多個唔同地區，以假 IP 嘗試去登入目標人物嘅 Google 賬戶，令到受害人嘅裝置係成日收到 Google 嘅提醒，話有人未經授權係嘗試登錄佢嘅賬戶。嗱，唔好以為佢哋好失敗，連入侵受害人嘅賬戶都做唔到，仲要俾受害人知道佢哋係嘗試入侵緊。但其實呢，佢哋係專登咁樣做嘅，佢哋就係想令到受害人知道呢段時間係有人一路咁嘗試去入侵佢嘅賬戶。好啦，響前期功夫做足之後，佢哋響2024年嘅8月18號扮成 Google 客戶支援部門嘅員工去聯絡受害人，話佢嘅賬戶出現咗唔尋常嘅活動，佢哋而家咧需要同受害人核對身份，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關閉佢嘅賬戶。嗱，呢一招咁典型、咁古老嘅詐騙手法咧，竟然係成功呃過咗受害人。受害人係俾咗 Malone 同 Jandil 足夠嘅個人資料去登入佢嘅 Google 賬戶。響進入 Google 賬戶之後，佢哋係揾到受害人響其他平台、其他賬戶嘅賬號同密碼。佢哋仲發現受害人有虛擬貨幣交易所 Gemini 嘅交易記錄。佢哋相信受害人大部分嘅虛擬資產亦都響度。於是乎，佢哋就再假扮 Gemini 嘅客服去聯絡受害人。用咗同樣嘅伎倆，受害人係再一次信咗佢哋，佢嘅 Gemini 戶口亦都被黑客攻擊，所以佢根據指示將戶口當中總共74.22個當時價值大概係300萬美金嘅比特幣轉到咗一個由 Malone 控制嘅銀包。同時 Jandil 響電話中指示受害人去 download 一個遠程控制軟件 AnyDesk， 話佢哋會幫受害人遠程檢查下佢部電腦有冇問題。而受害人呢係再一次上當，下載咗 AnyDesk 之後，跟住指示打開咗唔同嘅比特幣銀包嚟檢查佢啲比特幣嘅安全。而喺呢一個過程當中，
受害人係泄露咗呢啲銀包嘅 private key， 而 private key 一旦泄露，對方係即刻就可以控制你嘅銀包。幾個作案人係即刻轉走晒受害人嗰幾個銀包當中所有嘅總共4064個比特幣，當時價值2.4億美元。呢幾個作案人成個作案經過都係用 Telegram 同 Discord 嚟溝通交流，而佢哋根本咧就冇諗過去隱藏證據，甚至佢哋仲將成個作案過程自己錄咗落嚟。跟住落嚟呢個片段就係佢哋成功偷咗2.4億嗰一刻嘅真實反應。It's on the We did it! Oh my god! No way, nigga. God! Oh my god! No fucking way. $242 million! Yes! Holy f***. Oh my god! Oh my god! Bro, I'm gonna spaz out! Yo! I'm spazzing out!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that is? It's a Holy quarter of a bill. Holy. Oh! I'm gonna lose my shit! 攞到錢之後，佢哋首先要做嘅就係將啲錢洗白。佢哋將啲錢轉到多個唔同嘅戶口，又將比特幣轉成其他嘅虛擬貨幣。佢哋仲會盡量用唔需要身份查核嘅虛擬貨幣交易所。不過呢，佢哋嘅洗錢手法一般，洗錢嘅過程係留低咗好多證據。啲錢到手之後，Jane Doe響加州係租咗一棟月租大概係47,500蚊嘅豪宅，仲買咗幾架超級跑車同埋名錶。至於Malone，佢同樣係過得瀟灑，成日出入洛杉磯嘅夜場，平均每晚消費40-50萬美金。同時佢響一個月內係買咗31架超級跑車，包括一架價值380萬美金嘅帕加尼。響9月10號，Malone坐私人飛機去到邁阿密，繼續佢紙醉金迷嘅生活。佢響當地係租咗多間豪宅，其中一間位於海灘旁邊嘅豪宅，月租就高達68,000美金。不過相比於佢響案發之後買嘅200萬一隻嘅名錶，呢啲豪宅喺佢眼中可能都算係廉價公寓。就喺佢哋過得風流快活嘅時候，警方已經開始對案件係展開深入嘅調查。受害人響被盜之後係即刻聯絡警方，亦都揾咗 ZXBT 幫手。通過追蹤交易記錄，佢哋查到 Jane Doe 響交易平台 TradeOrder 嘅戶口係放咗大概2900萬嘅涉案虛擬貨幣。佢響創建呢個戶口嗰陣，佢係並冇用任何嘅工具去隱藏佢嘅 IP 地址，令到調查員最終係可以根據 IP 地址係聯繫到佢響加州租住嘅公寓，並且係順住呢條線索揾到Malone。響案發1個月之後，9月18號，Jane Doe響洛杉磯國際機場被捕。當時佢啱同女朋友結束響馬爾代夫嘅度假。響Jane Doe被捕之後，佢嘅女朋友即刻係通知Malone。呢個時候，Malone先諗起要銷毀佢啲涉案證據，但顯然已經係太遲。幾個鐘頭之後，佢就響邁阿密被警方拘捕。警方響佢嘅豪宅當中係搜獲幾架超級跑車同一堆嘅名錶，亦都發現咗一啲跑車嘅買賣收據。Malone曾經係將一部分嘅車出售，目前警方依然響度追蹤緊22架跑車嘅下落。Malone同Jane Doe都承認佢哋嘅犯罪，佢哋幾個人將得嚟嘅虛擬貨幣係分成咗5份，其中Jane Doe分到大約2700到3200萬美金。響被捕嗰陣，佢依然係持有2000萬美金嘅虛擬貨幣，佢同意將呢啲錢轉俾 FBI。同時透露，佢哋有一部分資金響洗錢過程中係因為操作失誤而被交易所凍結。扣除佢哋嘅使費，目前警方正係追翻大概7000萬虛擬貨幣，依然係有1億下落不明。雖然呢幾個人嘅電騙手法係唔算高明，但係呢一種程度嘅騙局，亦都唔係一個詐騙初哥就可以做到。所以警方懷疑佢哋之前就已經試過呢一種詐騙模式。一番審問之後，Malone終於承認呢一次唔係佢第一次犯罪。佢話佢響嚟到美國之後，一直係用呢個辦法嚟揾錢。我哋前面提到過，佢自從2023年10月入境之後，就即刻過住奢華嘅生活，係因為佢哋5個人響呢一單大案之前就已經係盜竊過8萬美金嘅虛擬貨幣。目前針對佢哋其他案件嘅調查依然係進行當中，警方係並未發佈相關案件嘅資訊。亦都唔清楚Malone嘅犯罪行為係響新加坡或者係美國開始。響被捕之後，法庭認為兩人係有潛逃風險，所以係拒絕咗佢哋嘅保釋申請。
而響佢哋被捕嘅1個月之後，警方發布新消息，話有新嘅證據顯示呢一單虛擬貨幣盜竊案同另外一單同期發生嘅綁架案有關。響8月25號，即係Malone佢哋成功詐騙2.4億嘅1個星期之後，響康州嘅丹伯里，一對50幾歲嘅夫婦揸住一架新款嘅林寶堅尼外出，一架白色嘅本田突然從後面撞向佢哋。本田嘅後面呢，又突然出現咗一架小型貨車，6個戴住黑色面罩嘅男子落車，將佢哋包圍。之後2人係被強行拖出車外，丈夫掙扎反抗，幾個匪徒用棒球棍打佢。綁匪將2人綁上小型貨車，並威脅2人，要佢哋嗌佢哋個仔交虛擬貨幣做贖金，如果唔係就會殺佢哋。響貨車開出之後冇耐，對夫婦呢係幸運聽到警車聲，之後貨車突然唔知係撞到啲乜停低咗。所有綁匪即刻逃走，留低受害人。原來響呢一對夫婦被綁之前，綁匪嘅貨車曾經係超速，被警方係捕捉到，所以當時警方正響度揾緊呢一架車。警方嘅意外出現，令到綁匪只能夠放棄計劃。夫婦亦都係幸運得救。夫婦話唔知道點解佢哋會成為綁架目標，但係提到當日佢哋揸嘅林寶堅尼係佢哋個仔嘅。警方響2人被綁嘅當日就即刻逮捕咗4個疑犯，而其餘2個疑犯呢，亦都響第2日被捉拿歸案。佢哋6人年齡介乎於19到26歲，全部嚟自佛羅里達。警方亦都發現佢哋呢對被綁呢對夫婦係好有印象，因為呢對夫婦屋企嘅地址成日俾人惡作劇。響嗰段時間，有人係一路報警話夫婦屋企有打劫啊、有盜竊啊等等等等唔同嘅犯罪。但警方到場之後，每次都發現係惡作劇。佢哋查咗輪之後，相信呢啲電話呢係由呢一對夫婦個仔響網上打機所識嘅朋友所打嘅。10月11號，丹伯里警方曾經係嘗試就呢一件事去問話佢哋個仔，但 FBI 係阻止咗。FBI 話佢哋正響度調查緊一單涉及佢嘅虛擬貨幣詐騙案，所以暫時唔方便俾警方佢哋審問。當時咧，警方係並未直接公開呢一對夫婦同埋佢哋個仔嘅身份，淨係講話呢一對夫婦嘅宿舍係 RC 同 SC。我哋喺影片開頭提到，網絡偵探 Zack 響9月19號嘅爆料當中咧，其實係曝光咗5個人，除咗 Malone 同 Jindal， 第3個人叫 Veer Chittor， 19歲，佢正係嚟自丹伯里，佢嘅父母咧係 Radhika Chittor 同 Sachil Chittor。RC 同 SC， 佢爸爸 Sachil 嘅 LinkedIn 簡介自稱係著名投資銀行摩丹士根利嘅副總裁，不過而家佢嘅 LinkedIn 頁面已經係刪咗啦。年輕嘅 Veer 學業成績優異，響2022年參與哈佛未來律師計劃，表現出色。警方調查相信佢響詐騙案當中入侵受害人嘅電腦之後，佢係獲得一大筆錢。一單啱開始就結束咗嘅綁架案，居然同呢一個2.4億美元虛擬貨幣詐騙案係扯上關係。丹佛里一個負責調查嘅資深探員亦都感嘆，自己響過去20年係從來都未遇過咁樣嘅案件。但係至於點解 Veer 嘅父母會被綁，綁匪係咪認識 Veer 或者5人詐騙團伙嘅任何人？點解佢哋知道 Veer 係有虛擬貨幣？針對佢父母屋企嘅惡作劇報警電話係唔係綁匪嘅計劃等等？警方暫時係未公布更多嘅資訊嚟回答呢啲問題。2025年3月 Veer 係正式被捕。至於5人團伙當中嘅其餘2人，根據 ZXBT 嘅調查，一個係 Danish Khan， 一個叫 Chan。關於呢2個人，目前警方係暫時未進行拘捕，相信係準備當中啦。Malone將會響10月6號響華盛頓受審，如果最後被定罪，佢將會面對最高20年嘅監禁。ZXBT 將呢個案件嘅調查經過、一啲關鍵嘅證據做成咗一個 NFT 俾大家免費去鑄造，作為一個紀念。近幾年嚟，雖然 Zack 已經係協助無數嘅受害人揾翻過億美元嘅虛擬貨幣，但係佢講話，只要網絡上一日仲有詐騙犯，佢一日就唔會收工，會繼續追查呢啲罪犯同賊贓嘅下落。